原住民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文化部为着要推广原民文化，特别推动台南生活美学馆甲原民馆合作。今年第一摆甲屏东县来义乡公所共同合作来推出的林间国宝工艺大师许春美特展。透过安尼方式，会当来甲大家分享台湾这个土地上丰富的多元原民文化。Kini Senayan to tumikali na sa mamada ito aja. Linduan。感谢老祖宗，老祖宗的智慧再度回来我们的故里。老祖宗说，我们是从古拉萨到山上的。曾经听我父亲说，我们老祖宗说，干嘛是带南一那样？所以我在想，这是老祖宗的一个期待，能够把他们的织布，把他们的智慧再带回台南。许春美老师传承家族各有部落的传统织布技术，其中掌握织布完整的知识，可以当用族语的方式来传承的人，真正非常的少。许老师表示，每一个织文拢是经典，希望来看展的民众会当试看卖对织文内底感受一个排湾族的文化。逛了1000他都已经很有心得那我们许春美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坚持他必须要承袭过去他的家族甚至是说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织布的传统文化能够继续的保存，那么也教了很多的这个学生然后继续要能够发扬光大。我们来义乡是在屏东县9个原住民乡里面算是原住民的人口最多的，那地理位置是在中心，也就是潮州地区的一个生活圈。那么我们古尾也是靠南部恒春那里了那么我们来义乡其实是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但是我们来义乡也最需要中央单位能够继续的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协助。这摆展览会直到5月8号，欢迎民众会当利用时间做回来台南生活美学馆体验一下真文路传统织布的文化。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